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啊！聖誕節又嚟啦，仲匿喺屋企玩手機啊？不如帶大家衝去中環欣賞幾處聖誕燈飾啦！嚟啦嚟啦，出發！去中環最方便就係搭港鐵，去到中環站睇下出口圖先。G 出口呢去置地廣場，K 出口就去皇后像廣場。今日我哋從 G 出口出發，第一站係去置地廣場，沿住指示行去中庭，一出嚟就見到一座湖畔小屋，係咪好有聖誕氣氛？好靚啊！撳一圈打個靚卡先，再去高啲層數睇清楚啲，上空隻貓頭鷹同飛船定時會喐㗎。小屋旁邊有個鋼絲湖，官方話係許願湖嚟㗎。湖上面倒映住星光同埋極光，好似魔法世界啊！咦，一個魔法錢幣投入湖面，跟住湖畔守護神就出嚟啦！快啲許願啦，話唔定個願望會成真㗎！3樓、4樓嘅走廊都好有驚喜，好多打卡位。出咗置地廣場，沿住路行去匯豐銀行總行，探下我哋嘅老朋友童獅子啊！今年佢都有聖誕樹陪住啊，聖誕老人仲會轉圈添啊！突然間背後有聖誕歌響起，哦，原來已經7點半啦！皇后像廣場嘅繽紛冬日巡禮開場啦！呢度都係中環站嘅 K 出口，呢一 part 嘅主題係光影會。呢個大型嘅聖誕裝置已經喺門口迎賓啦！廣場周圍嘅8座地標建築物外牆全部打上燈光同埋聖誕動畫。馴鹿喺牆上面走過，跟住聖誕老人出嚟派禮物，終審法院都換上聖誕皮膚，五光十色，變化萬千。光影打喺樹木同埋水池上面，令人好似置身於魔法森林入邊咁啊！現場仲播住聖誕歌，我都想跟住唱同埋跟住跳舞，好歡樂啊！旁邊仲有2排小木屋，係聖誕市集嚟㗎，有聖誕精品，又有嘢食。不過星期一去就全部冇開，唔通逢星期一休息？想同聖誕老人近距離接觸，需要每個時段開始之前10分鐘去聖誕小屋攞籌，仲有工作坊，不過要網上預訂，仲要唔平㗎。過咗馬路就係皇后像廣場花園，呢邊嘅主題係冬日小鎮，20米高嘅巨型聖誕樹，超級精啊！閃靈靈又不斷變色，360度無死角。仲有大型玩具、飛機、吉普車、小貨車、飛船，好似走入咗童話世界咁啊！哈哈，人哋帶嚟嘅士毛毛變咗景點，佢嘅主人好好人啊！歡迎小朋友同佢打卡，官方又幫人影相喎。呢個繽紛冬日巡禮由而家到明年1月4號，平日夜晚7點半開始，星期6日呢就早啲7點鐘就亮燈啦，一直開到11點半。沿住遮打道行過去就係星光長廊，燈飾將聖誕氣氛延伸到去街尾。官方話呢個中環站 F 出口後邊嘅位呢係最佳拍攝位，
但係我哋梗係唔滿足啦，有2條天橋可以行上去睇嘅。第一條係從文華酒店或者太子大廈上去，望去皇后像廣場花園呢邊有啲高樓遮住，睇去燈飾嗰邊呢又有樹木擋住，效果一般般。第2條天橋係從中環站 F 出口旁邊嘅遮打大廈行上去，呢個角度先叫做正啊嘛。頭先仲見到啲攝影發燒友喺度影車軌啊。沿住天橋行去香港站國際金融中心嘅中庭有聖誕後勤總部、聖誕老人服裝屋、聖誕老人造型室、聖誕老人瞭望台，大家可以窺探下聖誕老人嘅秘密空間。嚟到片尾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坐天星小輪欣賞中環燈飾，又係另一種悠閒寧靜啊！好啦，今日嘅中環聖誕燈飾之旅就嚟到呢度啦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日日都閃閃發光，好運氣！記住點讚同埋分享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